大家早晨啊！今日係大年初二啊，祝馬年行大運，龍馬精神。我今年上咗虎門過年啊，而家有時間同大家勾返一個收納袋仔。我哋起針先，勾25個鎖針。25個鎖針，跟住而家第二行，我哋勾第二針嘅里山，都係勾短針而家。我哋勾到呢針先，勾剩最尾一針。喺呢一針入邊勾5個短針。佢因為呢個位置係轉彎位啊，轉彎位就要勾5個短針。1、2、3、4、5，勾咗5個短針，就轉咗彎去另外一邊啦。咁跟住咧，將呢條收埋入去啦，一路勾。跟住呢度一針對應翻一針，都係勾短針。唔好遮住晒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咁樣，跟住再將嗰條冷收埋入去。一針對應翻一針。好啦，我哋勾到尾先。嗱，勾剩最尾呢針，呢針係第一針，頭先勾第一個短針個位置，記得勾喎。如果唔係數量就唔啱嘅。嗱，我勾咗個唔同色嘅。如果你要轉色咧，喺呢針入邊，只係呢一下就已經要轉色噶啦。咁樣。好啦，勾第3行一個鎖針，而家勾後半根線穿入去。再影俾大家睇下，係呢度嚟嘅。第一個已經要勾噶啦吓，就咁樣，都係勾短針，勾後半根線。我哋勾23個短針先，嚟到呢度先。唔記得俾大家睇下，第一針 mark 個記號扣，第1、2、3、4、5，第5針 mark 個記號扣。好，我哋勾埋呢23針先，因為我哋呢行係第3行，咁呢度又合5針嘅，咁第一針就勾2針，只係加一針啦，2針1針。呢度係3針，又1針2針。好啦，就係點解 mark 住記號扣呢度？嗰5針入邊嘅第一針，我哋就要勾2個短針，
頭先第一針第一個短針位置又 mark 翻記號扣，陣間又喺呢度加針，兩針短針，一針短針，跟住呢一針第三針嚟嘅，就勾三針，跟住一針，跟住呢度係兩針，一針，兩針喺同一個位置，喺呢度又 mark 翻個記號扣，陣間又喺呢度加針嘅，跟住而家就一針對應翻一針，勾23個短針，轉翻位變咗咁樣，因為一路加上去咧係變咗係少三角形嘅，我哋勾到尾先。嗱，呢度勾剩最尾呢啲針，最好就係勾埋呢兩根線。嗱，記住喎，如果好似呢個咁要換色就喺呢度開始換。嗱，勾呢一下就已經係第二個色噶啦嚇。好，繼續勾第四行，鎖一針，調轉方向，又係勾半根線。好啦，我哋勾23個短針先。我勾咗23個短針，跟住呢度就兩針，一針21113，係2、1、1、1，跟住呢個就3、1、2、3，跟住就3個1、1、1、1，有記號扣呢度就係2。加針就加完啦，mark 翻記號扣先。好啦，跟住勾翻23個短針，好啦，我哋勾到尾先。記住最尾呢針呢，係要勾一條線、兩條線先靚噶喎。呢行勾完，鎖一針，調轉方向，又係勾23個短針。頭先我哋就喺呢個鎖針記號扣位置加針嘅，呢一行我唔係啦，記號扣呢針唔加，喺記號扣隔離呢針先加。因為我初勾嗰陣時咧，全部喺同一個位置加，個形狀都唔靚。1、2。呢度加咗針，呢度1、2、3、4，跟住呢個就加2針，即係勾3針，勾完3針就1、1、1、1，4個1。
原本喺個記號扣度加針嘅，而家我褪咗一個位。跟住就全部都係勾短針。好啦，我哋勾到尾先，又係勾到最尾個針啊！呢個行勾完，鎖一針，調轉方向。我哋有勾到加針位先，勾到呢度。嗱，呢行要勾到23針，勾完23針就係1、2、1、1、1、1、1、1，跟住3。呢行又勾完，咁跟住勾第7行。第7行咧，呢度唔使加啦，淨係呢度3針，嗰三角嗰位置加3針，就係咁樣。嗱，勾到有記號扣嗰度，咁呢個唔使加針嘅。唔使加針，勾完之後又畀返記號扣佢咯。跟住呢針又係勾3針，跟住係勾8個，唔使加。呢個唔使加嘅，勾完就畀返記號扣佢就得啦。好啦，繼續勾到尾，勾到尾。而家勾到第7行，第7行勾出嚟嘅 size 就係咁樣。其實你覺得夠嘅咧，你都可以唔勾噶啦，咁樣將佢縫埋佢，咁樣就一個 size。呢個七行，呢個8行，8行啊大少少。而家呢個我想勾9行俾大家睇。咁而家勾第8行，第8行就係咁樣，又係23個短針，跟住一個短針。第2個短針嗰度就加2針，1、2、
2、4、6、8、9，1、2、9、9、9、9，係啦，9個1，跟住加3針。我哋勾到去加針為止先，同大家講。勾完23針啦，23針個圖解咧就係1、2嘅1，個加針位置就係2嘅。因為唔使加針啦，可以唔要幾號扣啦。跟住呢度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跟住呢針就3針嘅，1、2、3，跟住有9針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第9個，跟住呢個就加針，陣間嗰行唔使加針啦，幾號扣要剝咗佢。跟住一直勾到尾。好啦，勾到尾。第8行勾完，而家到第9行。第9行全部都唔使加針，淨係喺呢個三尖個位置，呢個喺同一個位置勾3針，咁就可以嘅。全部都勾短針。如果鍾意，你仲可以加大少少嘅，其實。好，我哋勾到呢度先。嗱，勾到呢個3個位加針嘅位置，我哋而家就咁勾3個鎖針。2、3，呢3個鎖針咧，因為陣間要有個鈕嚟俾佢嘅，呢個係屬於鈕門位啦。我陣間會好似呢個咁嘅，有粒鈕嘅嘛。跟住我哋勾到尾先啦，因為唔需要加針啦嘛。要扣鈕嘅，我哋勾到尾先。終於大功告成。呢個係最闊嗰個，呢個係9行嘅，所以係闊啲嘅。呢度勾翻條邊俾佢，勾一針轉翻先，跟住喺每一行嗰度勾一個短針。大功告成，呢個係袋口嚟嘅咩？跟住咁樣，將呢兩邊縫埋佢就得啦。縫埋梗係反轉咧，反轉嚟縫嘅嘛，係咪？好，
係縫半條線嘅啫喎嚇，呢個半條，呢個半條。跟住收埋條線嘅。我整埋呢度先。嗱，縫完啦，咁啊將佢反翻出嚟先，咁樣。嗱，呢個先係正面喎。跟住同佢加翻粒紐先，咁樣。你睇下大功告成，幾可愛。7個色靚啲，因為2個色靚啲。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你可以加條呢個，咁樣可以用嚟做掛飾都得㗎。仲有啊，有咩問題記得問我啊！見到我就最快覆大家㗎喇。好啦，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啊！拜拜。